大家好，我哋先唱返一首《遇見神》。Amen。看天飄飄過雲海，告訴世界幻變常在，從來人在遇缺下攀越過，天天總有相依，告訴你我動人情節留下伏線，細心細人生分碎在未曾無言滿心感情，被擁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彷彿天邊緣，悠然遊蕩暗室訪處，然而未見神，被指引在心精藏心內神。多謝。看天飄飄過雲海，告訴世界幻變常在，從來人在月下攀越過，天天總有相依，告訴你我懂故事，動人情節留下伏線，細心細意，如何人生粉碎在未曾無言流淚滿身抖震，如何遇見神，被擁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彷彿天邊緣，悠然遊蕩暗室訪處，然而遇見神，被指引在心精在心內神，只因有你，今天有你了不起。誰無遐想一生精彩佳美，悠然嚟到演出好戲，人能遇見神是福氣，最終高飛，從來難討高低多少次，何時成就那天實現，前途萬變路雖遠，有這福氣心內暖。多謝，阿伯吉巴，你們好，大家好，Sudah makan？ Bagus。我唔係淨係識唱廣東歌㗎咋，少少馬拉歌都識㗎。Aku selalu mendoakan kamu akan kau bahagia， 應該明白我。我名叫朱德輝，咁大家咧其實應該稱呼我做輝輝就可以㗎啦。因為點解咧？我感覺到咧，我今日特別年輕，因為有呢班年輕嘅新力軍，哈利路亞，阿們。哇！我即刻啊，我嘅年紀都降低晒，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嘅支持。咁我哋應該咧準備好個心情咯，因為點解咧？我哋應該咧一去咧就時光倒流，去邊度咧？去到1993年之前。我以前咧10零歲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好壞嘅啦。仲加入黑社會。我第一次上差館嗰陣時候咧，
就係11歲半。當時咧就搶細路仔嘅錢，因為我都係細路仔。咁最後咧就俾差人捉咗，跟住上法庭，然後就唔使入南圖院，但係我哋香港叫做守行為18個月，咁就開始繼續壞落去。咁其實做過好多嘅壞事，又打交啦，又去人哋啲地方搗亂啦。總之逢壞事嘅嘢我都差唔多做過。咁到咁上下嘅時候，就好似你哋睇過電影《古惑仔》，都希望上位。咁當時我借咗一筆錢，借咗一筆叫貴利啦，你哋叫阿窿啊，借咗一筆阿窿，就諗住撈偏門去賺錢，但係最後錢又賺唔到啦。咁點咧？又爭人周身債。當時嗰啲所謂兄弟就俾咗一條死路我行。佢話：不如咁啦，你幫我帶3 kg 4號海洛英。首先由香港去泰國，跟住攞貨，再由泰國經馬來西亞，原本去荷蘭。但係我就喺1993年嘅4月30號喺馬來西亞邊境被捕。當時嗰一刻咧，我人生就諗住完嘅，一片空白。並且我喺1994年嘅10月11號，俾馬來西亞嘅高等法庭判咗死刑。其實真係神係救咗我，但係都經歷咗好多。咁我最記得當時就係只係忙碌點樣去，仲有2次上訴啦。喺嗰個期間裏邊，我最記得有一次喺呢個2001年啦左右，就係一個香港人。佢叫做吳桂衡先生，但係我喺1997年同埋2001年嘅上訴2次都已經失敗咗，即係維持死刑。咁當時呢個吳桂衡先生點解會嚟睇我咧？我都唔知喎，但係佢又話俾我聽啦，佢就係話係你家姐個朋友同我講嘅。佢話有一個細佬，即係有個朋友嘅細佬喺馬來西亞販毒判咗死刑，希望佢可以嚟探我。呢一位係傳道人。咁當時咧，我最記得㗎啦。佢就同我講喎，佢問我一句好唔好？當時我好大聲答佢，我好開心，但係我唔高興。其實應該係調轉，我好高興，但係我唔開心。點解我會講咗呢句説話出嚟咧？其實我可以解釋俾大家聽下，咩叫高興，咩叫開心喎？好高興係因為佢除咗我啲家人，佢係第一個香港人嚟探我。我唔識開心係因為我2次上訴都失敗晒，我已經好擔心、好傷心，所以我唔識開心。當時佢就安慰我，佢話唔緊要啊，我哋都仲可以幫你想辦法揾律師啦，同個王求情啦。咁當時咧，我最記得佢帶咗我第一次決志信主。但係當時因為我個心情咧係好煩躁，同埋係唔識想太多，我只係口頭上跟佢決志信主。好啦，我哋講下，當佢睇完我之後咧，過咗咧5年啦，2006年，我居然得到第一次嘅特赦。
係個黃特赦。但係呢一次特赦咧，其實係令到我都好辛苦，因為點解咧？佢係嘅hukuman mati落嚟，數目係啊，即係無期徒刑。咁當時其實冇乜分別嘅咋，一個咧就死刑，你等吊死，落咗嚟冇期徒刑，即係佢話俾你聽，我唔吊死你，但係睇你好唔好彩啦。如果你唔好彩嘅，就喺監獄入邊等到死啦。咁但係喺嗰段時間裏邊，我開始可以打電話，我就希望同我兩個姐姐同埋我阿媽可以修補翻啲關係，因為我細個好牛精嘅，係純正牛精仔。因為我係潮州人，我又係拉仔，咁所以咧，我希望喺藉着呢個機會裏邊咧，同我兩個姐姐啊，同阿媽啦，修補好啲關係。咁但係至到2011年，好奇怪，我都係照常咁樣打電話，但我開始揾唔到我阿媽。咁當時我問我兩個姐姐啦，我兩個姐姐就答我：誒，可能你時間夾得唔啱啫。咁我都信以為真嘅喎，因為我喺監獄啊嘛，係咪？打電話都係有限時間，有固定嘅。咁我 OK。咁但係奇怪，到2013年，即係2年足足，我都仲係揾唔到我阿媽。我開始唔相信呢句説話。我問我兩個姐姐，佢都係咁樣答我。我就當時揾咗一個，我稱呼佢叫做天使中嘅天使，係因為咩原因咧？係因為呢個咧，吳桂恒先生介紹我識嘅馬來西亞華人，佢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當時我話 Mr. Ho 啊，我打極電話都揾唔到阿媽啦，兩個姐姐又唔答我。佢淨係話夾唔啱時間，我開始唔信。咁啊，Mr. Ho 就同我講，佢話唔緊要，我幫你問下啦，兩個姐姐。咁跟住隔咗冇幾耐，2個星期，Mr. Ho 嚟探我監獄。但係當時我好奇怪，我見到佢個樣，我就自不然爆喊。佢話你冷靜啲，你坐低先。佢話嗱，其實你媽媽喺2011年咧就已經返咗上天家。我當時好激動，我話吓，有冇搞錯啊？你哋過咗2年先俾我知。佢話你冷靜啲。佢話其實係你阿媽嘅遺言，因為你阿媽知道你以前細個好容易又放棄，好容易又敏感。我唔會啦，我改得咁辛苦，我唔會再放棄噶啦。佢話咁咪乖啦，你阿媽喺天家裏邊咧，佢一定會好安樂。咁當我翻到入房，即係我住嗰個倉嘅入邊嘅時候，每當夜闌人靜，我就不其然爆喊，因為一想起我阿媽。夜晚扎醒，一想起我阿媽，我又爆喊。因為咩原因？我覺得我自己好不孝。因為係大家如果家人離開咗，一定係好傷心。但係你最基本，你睇到佢最後一晚。而我係遲咗2年先知道呢件事，我覺得好對唔住我阿媽。咁但係好奇怪，有一晚又係咁嘅原因。我就扎醒咗，跟住我又流眼淚。但係我想起，我阿媽信咗主耶穌。跟住我第2個姐姐又係傳道人，我第2個姐夫又係牧師。
我突然之間就好大聲向上帝祈禱，我話主耶穌啊，如果你可以保守我阿媽喺天家安安樂樂，我就係你嘅。如果你可以救翻我出翻呢個世界，我就會好好服侍你。當刻我心真係平靜咗好多。但係如果你問我之後有冇傷心，當然有，日子都係要過。到我2016年，我得到第二次嘅特赦。但係呢個第二次嘅特赦係令到我心靈咧係好痛苦、好掙扎，因為我係由冇期徒刑降落嚟有期徒刑嘅20年，但係由2016年開始計起，即係話如果我得唔到第三次嘅特赦，我扣埋假期，我今日都見唔到大家，因為我嘅監期係2030年，我已經計好咗。哇！嗰一刻你知唔知啊？係直情咧唔使病，但係個身都軟晒，嗰種感覺好辛苦，係辛苦到咧，我自己有一晚同主耶穌祈禱，我主啊，你如果要我等到2030年，我60歲，我翻到出呢個世界由零開始，不如你帶翻我上天家啦。當然，主耶穌梗係冇帶我上天家啦。但係我喺嗰段時間裏邊，真係好感恩。我居然就算點樣辛苦，我每天都要祈禱。所以我鼓勵大家，每日都要祈禱。阿們。但係跟住奇蹟出現咯，到2020年。2020年嘅10月，其實我呢啲日子咧，唔知點解我真係記得好清楚，因為可能對你哋嚟講咧，就唔知有咩特別咯。但係咧喺我嘅人生裏邊咧，呢啲咧嘅日子咧，就好似係我嘅每一段嘅時間嘅深刻。我收到第三次嘅特赦。呢個第三次嘅特赦犀利啦！你哋識聽馬拉話？一定識咯。咁我就話俾你聽啦，用馬拉話，跟住我用翻中文再話俾你聽。嗰箱信叫做被不釋噶啦！哇！哈利路亞！咩叫被不釋噶啦？即時從我自由。哦，感謝主，係咪好奇妙啊？但係奇妙之中都要有鍛鍊㗎。當我接到呢一封信之後，你知唔知個監獄長同我講咩啊？又彈咗一句馬拉話出嚟，特別嚇！我真係成個心都跳埋出嚟。哇！特別啊，端，即係不過，我不過乜嘢啊，端？佢話嗱。依家全世界 COVID-19 好嚴重，咁當然係啦。2020年嘛，全球嘅 COVID-19 係好嚴重。跟住佢話你要關燈，關燈。嗰陣時我傻咗，關燈係巴拉基，數啦到呢邊巴。跟住佢就安慰我啦，傻巴。要攞波攞立班都冇數啦，讀多啦。你幾識記啫嘛？冇啲沙巴，乜啲啊？佢話28年你都坐咗咯，仲有少少係咪？你可以忍耐噶嘛？啱唔啱啊？我話 OK。咁我就去咗咧另外啦一個地方，但係都係一個監獄裏邊嘅。不過已經唔係囚犯嘅身份，佢係等關撚癲。咁我就喺嗰度。差唔多4個星期，3個幾4個星期。唉，其實嗰段時間真係鍛鍊嘅。
因為咩原因呢？冇飛機坐，連飛機都冇得坐，咁我冇理由游水啊嘛，係咪？去到移民廳，跟住又同我講冬菇，又冬菇，即係話又要等喎。哇！我冬菇布到不冧啊！冇飛機，夾不到啦崩打得，哇！哇！真係慘啊慘啊！咁跟住咧，我捉咗去移民廳嗰度，仲要咧受咩？你知唔知啊？24小時開咗部中央冷氣機，你知㗎啦。監獄邊度有冷氣俾你嘆啊？我足足28年，係咪冇冷氣嘆㗎嘛？我去到咧24小時開咗部中央冷氣機，不特止沖凍水涼。着住一條長褲，一件短袖衫，冇被你冚，我就係咁樣日日喺度騰騰震，凍到紅卜卜，唔係曬到紅卜卜。跟住我真係我有祈禱，因為我每一日都係祈禱噶嘛。我辛苦唔辛苦我都要祈禱噶啦，啱唔啱啊？咁我就同主耶穌講：我主耶穌發生咩事啊？哇！呢個地方真係好辛苦喎。哇！我皮膚都凍到紅卜卜，我瞓唔到覺啊！究竟發生咩事？主唔會即時答我，但係主會俾我知道。OK， 跟住我到12月9號2020年，終於有飛機啦！哇，幾開心！我一返到香港，你睇到我咁樣唉聲嘆氣，你就知又要關撚癲。哇！香港又係要關撚癲，2個星期酒店，但係好奇妙，主真係好錫我，佢俾我睇到佢第一樣，點解我要同佢祈禱？我話好凍，佢有回應我。因為我返到香港就係咁啱得咁巧，有10年裏邊從未試過咁冷，但係突然之間有成4、5日喺我關撚癲嘅時候喺酒店，佢就係咁冷嘅發生8度9度8度9度，哇！我即刻個心啊，你知唔知啊？哈利路亞！哇，主啊，真係好奇妙！原來你係我想我適應返呢個社會，適應返呢個世界。哈利路亞！咁到我返出嚟嘅時候，其實我恩典從未都冇停過。我最記得我2個姐姐喺我返去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好迷茫嘅，同我一樣，大家都好迷茫。因為點解咧？28年冇相見嘅親人。究竟我係變好啊，變壞啊？佢哋唔知道，佢哋都係有一個疑惑。當然睇到我出嚟係好開心，但係如果又學壞翻咧，佢哋點啊？咁但係我好感謝主，神一直改變我。包括我返到出嚟嘅時候，冇幾耐，我就認識我現在嘅教會牧師蕭元發，係阿吳桂恒蕭生介紹我認識嘅。咁當時咧，呢個基協堂仲未創堂，要創堂，地方有咗，等裝修，介紹我認識。佢話：咁你返嚟我間教會啦。我就返咗呢間第一間嘅教會啦，到現在。跟住我等咗2個零月左右，阿牧師又話：有份工作你想唔想試下？因為我啱啱返嚟嘅時候都仲未有工作。我話好啊，咁我就去見工。一見，哈利路亞，係做一份物流嘅。跟住又過冇幾耐，啲時間其實係好快。大約我返到去
香港4個月左右，神就賜俾我認識我現在嘅太太。你俾啲掌聲佢哋。哎，哈利路亞！因為我同主耶穌講嘛，我真係祈禱噶，主啊，我都係正常男人嚟嘅，都混咗咁耐啦，啱唔啱啊？識翻個異性應該咯，我話幫下我啦，係咪？我日日都去祈禱。咁我認識我太太，其實係一份啦，即係當日我點樣認識佢咧？我哋係一齊去做一個義工嘅，係一個基督教嘅團體義賣嘅。喺個中間人裏邊咧，其實佢又相識，我又相識，但係我哋兩個咧就冇乜相識。但係之後咧就好相識。相識到咧，我哋一齊咧就戴咗呢隻戒指啦。哈利路亞！咁其實你話主耶穌有冇停呢個恩典？絕對冇。因為我記得嗱，我識得我太太冇幾耐之後咯，我做物流就開始覺得有啲辛苦啊。嗰個辛苦係乜嘢咧？因為我喺其中一個物流倉裏邊咧，我係做凍倉。咩叫凍倉？你明唔明啊？係凍到咧，嘿，犀利啦！我哋叫做風神，零下18度，零下18度。跟住咧，我試工嘅時候咧，我就即刻同我經理講唔得，去了解。佢話唔得，唔緊要，你不如試下呢個，呢個或者你會得。但係幾多度啊？0度到7度，日日着住件羽絨翻工。哇！時間又長，最大一個問題係咩問題？你哋估唔估到？有冇人估到？問題梗係好少會見到我現在個老婆啦，因為長時間做嘢啊嘛，係嘛？咁我就做嘢又長時間，見面又少，唔得噶嘛，係咪先？咁跟住你又辛苦，我就話主啊！我又係祈禱，我話主，我做呢份工，你睇到我好努力噶啦，但係我話真係好辛苦啊！我可唔可以幫我轉一份工啊？我都依然會好努力去做嘢嘅，只係冇現在咁長時間就 OK。咁跟住就好奇怪啦，香港有一本咧叫做《天使心》嘅雜誌，係基督教團體嘅。就係一陣我話俾你聽，呢一本《天使心》嘅雜誌，當見完我做我訪問之後，約我做訪問。訪問完冇幾耐，入邊其中一個董事又係識得吳國恒先生。其實呢個世界好細嘅啫，係真係好細。跟住就同吳國恒先生講：我哋呢度有份工喎，佢係做設施管理部，不如咁啦，好啱阿輝嘅。你問下阿輝啱唔啱做，叫佢嚟試下。咁當時咧，我一試咧，去見工請咗我。咁我就喺呢一間叫做咧創世電視影音視團裏邊做設施管理部，做到依家。咁當然喺我做嘅過程裏邊，其實你問我，同以前有冇好大分別？真係有啲分別。雖然有陣時時間係長，但係你始終都係一間宗教嘅團體 NGO 入邊做，個心態唔同晒。咁好啦，到咁上下，我哋婚又結埋啦。喺2024年，終於同我老婆結婚，但係你哋又估唔估到？應該估唔到啦，因為我都話噶啦，有啲日子對我嚟講好重要，對你嚟講未必重要。我喺2024年係揀咗咩日子結婚？唔係我揀嘅，佢揀嘅。
幾多？情人節，我日日都係情人節。我就喺2024年，我老婆揀4月30號，即係我被捕嘅日子結婚。哇！跟住咧，佢就話：嗱，點解我要揀呢一日？你當年係1993年4月30號被捕，你今日可以自由，但係2024年嘅4月30號被捕，冇得自由。甚跛馬啲。咁你話啦，係咪呢啲日子係咪對我好重要啊？可能對你嚟講，呢啲普通日子嚟噶嘛，啱唔啱啊？其實大把啲特別日子。今日幾號啊？3月7號，我又係要哈利路亞，對我又係好重要。點解？今日係我正日生日啊！哈利路亞！係咪咁謝主啊？神真係好愛我，佢俾我啊！我自己都成日話我要翻嚟馬來西亞服侍，終於俾我啊！求到今次係直情係我生日喺呢度服侍主，同大家分享。你知唔知我今日係好開心、好感恩？其實真係，我覺得神係好奇妙。仲有，其實奇妙嘅嘢係不停。我講少少俾大家聽。我係一個小學6年級，啱啱升上 Form 1嘅逃學威龍，真係唔中意讀書啦。但係經歷咗，我太太又鼓勵我啦，我姐姐又鼓勵我啦，啲弟兄姊妹又鼓勵我啦。我現在係 part time 讀神學，我喺香港神學院初級文憑讀緊，仲有恩典。我咁嘅人，居然啦，我頭嗰2科俾我合格咗。其實我真係感謝主啊！你如果問我有冇信心咧，只係憑信心。但係咧，我有冇咁嘅學歷咧？我自問真係冇咁嘅學歷。但係神就一步一步帶上我，因為我教會嘅傳道人咧，哇！我真係要稱讚下佢。佢叫周姑娘。當時咧，佢問我點啊？愛唔愛報啊？即係愛唔愛報讀啊？我就點樣同佢講？你知唔知啊？我睇下神點樣帶領。你成日話睇下神點樣帶領，神點樣帶領？你應該去報咗之後同神講。你話我報咗啦，啱唔啱啊？我報讀咗啦，跟住交託俾神先啱噶嘛？你成日都報都未報，佢話你報都未報就係神帶領，係咪？即係話，你擘大開口，神啊，你供應給我啦，俾我飽啦，但係你口都唔擘大食嘢嘅，跟住你話飽喎，點飽啊？啱唔啱啊？所以我要稱讚下呢個周姑娘，佢都係鼓勵我嘅人之一。所以其實我好感恩啊！我其實已經咧翻咗咧嚟馬來西亞咧第4次啦。今次咧我又可以咧識到阿林萬興牧師。林萬興牧師又介紹我認識阿曾牧師。即係我其實覺得我哋個心只要去服侍，盡心盡力盡意，神一定開路，明唔明？但係我哋一定要去行，就好似頭先我講嗰句說話，唔好淨係話想睇神點樣帶領，我哋唔愛行，行咗先再祈求，明唔明？咁其實嗱，我今日咧帶咗
少少宣傳片俾大家睇下，因為點解咧？我喺我呢個機構嗰度做，佢依家咧有一個叫做中華聖經文物館。我有去過馬來西亞 Day One， 都係有一個聖經文物館，啱唔啱？依家我哋香港就有啦，播放俾大家睇下。唔緊要，技術問題，你睇到我開心就得㗎啦。嗱，開始。佢唔單止收藏文物，更加收藏咗一段可能改寫我哋歷史認知嘅神秘故事。2026年1月，中華聖經文物館喺香港打開大門，館內收藏超過1萬件，總值超過2億港元嘅珍貴文物。但最震撼嘅係佢揭示嘅一段被遺忘嘅歷史。呢度係全球第一間，亦係目前唯一一間從中華民族嘅視角出發，將基督教文明同中華文明超過1000年嘅對話系統咁呈現出嚟。呢度嘅部分文物似乎揭示咗早喺東漢時期，大約公元100年左右，基督信仰嘅蹤跡可能已經嚟到中土。東西文明相遇嘅開端就要向前推早足足500年。所以館內嘅收藏每一件都係國寶級嘅珍品，見證住兩種文明點樣默默交流。例如清朝傳教士南懷仁親手繪製嘅昆魚全圖，係一個融合東西方知識嘅宇宙觀。仲有記載唐代景教歷史嘅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同埋非常罕有嘅絲綢聖經。館藏仲包括古絲綢之路嘅重要文物，好似漢朝玉門關嘅白玉禮器。所有呢啲寶物都好似等到今日先至有機會同我哋訴說一個關於信仰、文化同文明相遇嘅千年故事。19世紀初，一位名叫馬禮遜嘅英國宣教士，要讓中國人用自己嘅語言讀懂聖經。喺嚴禁傳教嘅年代，佢秘密用咗27年光陰，完成2項開創歷史嘅巨著：世上第一部華英字典，以及全球第一部完整中文聖經《神天聖書》。今日喺中華聖經文物館內就收藏咗《神天聖書》同埋華英字典，佢哋堪稱係珍貴嘅鎮館之寶。喺中華聖經文物館裏面，仲收藏住一個同中國最後一位皇太后相關嘅歷史之謎。當年慈禧太后60大壽，一群華人信徒將一部印刷極其精美嘅君王版聖經作為賀禮獻上。然而，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闖出西逃。當佢哋途經山西時，受到當地富商喬致庸嘅接待與保護，為表謝意，太后將一批原本收藏於紫禁城以及佢隨身攜帶嘅私人珍寶贈予咗喬家。時至今日，喬家大院嘅後人將呢一批塵封百年嘅珍貴禮物同信仰文化相關嘅文物，首度喺中華聖經文物館公開展出。佢哋係一段亂世中患難見真情嘅實物見證。靚唔靚啊？想唔想去啊？嗱，咁我就鼓勵大家啦。你哋好多時都會有機會咧嚟香港旅行。我期望你哋咧嚟到香港旅行嘅時候咧，就去睇呢個中華聖經文物館。點樣有辦法去揾到呢間中華聖經文物館呢？其實你哋好容易嘅啫。你哋咧喺呢個咧 YouTube 裏邊咧，你 follow 嗰個叫做創世電視啊，就可以咧查詢到點樣去報名。因為咧，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下。我哋原來哇，基督教嘅以前嘅歷史係點樣，係非常之好。同埋創世電視裏邊，你知唔知啊？拍咗咧有一套叫做《地球大神秘》，你哋有冇睇過？有啊。咁你有冇睇過我個故事啊？
哎喲，咁你就要睇咯。第68集、69集呢個咧喺入邊咧就係幫我咧今日幫我哋呢個攝影師幫我哋拍嘅，佢幫我拍咗呢個故事。你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啦，拍得好好㗎，係真嘅，呢個係專業㗎。我今日啊好難得啊，去邀請到佢嚟啊，加入埋我哋今次我哋嘅佈道會啊團隊啊，係好開心，因為大家可以服侍主嘛。即係大家都覺得，其實我好中意馬來西亞，好老實講。有啲人覺得好奇怪，我翻到香港個個都問，點解你仲翻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判咗你死刑。我嘅心情唔同你哋嘅心情。因為馬來西亞就係我金邦嘅杜啊，對嗎？我喺馬來西亞28年，我雖然今日生日啫，但係個對比，我喺香港住同馬來西亞都仲未係比鄰，即係話我喺馬來西亞仲坐得耐過喺香港住。咁有咩出奇啊？係咪先？同埋我個人就好得意，我係一個叫做知恩、感恩、報恩。因為咧，我喺馬來西亞認識好多好多天使，佢哋喺不同嘅時段、不同時間、日子嚟協助過我、幫助過我。所以我每一次翻嚟，我都會抽啲時間，同佢哋見下面，探下佢哋，因為我覺得呢段感情係真係永遠記在心中。我喺馬來西亞，你知唔知啊？怡保就已經有一個契媽，一個契爺。吉打州熱到拉山啦，又有一個契媽，一個契爺。咁你話啦，我有咩辦法唔成日思念我個家鄉，對嗎？好啦，好多謝大家。我依家再唱一首叫做《十架的冠冕》。呢首《十架的冠冕》咧，你哋唔識唱唔緊要，但係你哋識中文字，你哋留意下啲歌詞。佢就喺我嘅人生裏邊鼓勵我，同我講：你跌倒都唔夠主耶穌苦。OK， 阿咩？十架的冠冕唔緊要，又係技術問題。技術問題，呢首係遇見神，呢首係遇見神。我哋鼓勵佢，俾啲掌聲鼓勵佢。嗱，係唔係啊？我喺創世電視做係特別唔同嘅，係咪啊？我哋識得咪就咪點樣去執翻啊嘛？唔該，再嚟講。真係要執生啊！好，如果識唱嘅，大家一齊唱好唔好？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麼？來起身再走過。遇着痛苦，你已經過世間苦與樂，你的救贖愛海和得勝和釋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過每天，你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無論遇着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
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麼？來犧牲再走過，遇着痛苦，你已經過世間苦與樂，你的救贖愛海，我得成釋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渡過每天，你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無論遇着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喺我人生裏面，我做錯好多，但係主耶穌一啲都唔嫌棄我，由一個唔係人變成現在實實在在做一個主耶穌嘅僕人。哈利路亞，阿們。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渡過每天。你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無論遇着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哈利路亞，感謝主。我哋現在邀請我哋呢班團隊上嚟。因為好多謝佢哋，佢哋係絕對唔介意我今次嘅邀請，因為你諗下，同一個時間，佢哋有不同嘅工作，我哋大家要攞啲時間放假夾好，跟住一齊過嚟馬來西亞。同埋過嚟馬來西亞之前，我有同佢哋約法三章。我話其實嚟馬來西亞，除咗有一半係旅行，我有一半要服侍。佢哋話好啊，哈利路亞。咁所以今日我想邀請大家，你睇到我人生改變，絕對唔係貿貿然。喺一個咁爛嘅人，呢幾十年裏邊過咗，但係可以改好。我深信就係我哋嘅主耶穌，佢唔止改變咗我。因為我相信一人信主，一家都得救。阿們。現在我娶咗我呢位太太，可以大家一齊服侍。我兩個姐姐已經確確實實原諒咗我。哈利路亞。所以我有一首歌帶俾大家，佢叫做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聖殿。我哋先唱兩次，
好冇？大家一齊唱，我邀請大家一齊起立。主，你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主，你是尊貴，你是可畏，是我的高台。主，你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主，你是拯救，你是寬恕，是我的盾牌。抬頭吧，別再被奴役，降服吧，黑眼都看見，從壓制裏獲釋放，你國要彰顯。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生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我哋由頭再唱多次。主，你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I love you， 主，主，你是尊貴，你是可畏，是我的高台。主，你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主，你是拯救，你是寬恕，是我的盾牌。抬頭吧，別再被奴役，降服吧，黑眼都看見，從壓制裏獲釋放，你國要彰顯。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生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聖殿，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我今日邀請大家